本来是一个教会吼，然后即马伊走去伫教会一个吼黄太太吼中风呢。今日伊伫个病院。原来对。咱来教会啊。啊，伊无车嘛。这边应该捌啦，拢捌啦。叫伊妈妈话。甲讲者看安咯。伊知影，我有甲伊讲啊。因为伊嘛无车，就爱人去载啦吼。啊，所以伊迄罗浪海遐吼，人来甲伊载啊，就去遐做礼拜安尼啦。啊，伊吼无食血压悬的药啊款啦。伊拢家己黑白配菜啊，啥物安尼食安尼。那袂使啦。是啊，啊，就是安尼血压悬，家己毋知啊。以前就讲叫人逐个家祈祷啊，我就甲伊礼拜日逐个讲啊。到点，啊，就叫因逐个斗祈祷。对啦，好。原来伫美国，当时有足侪朋友无爱互人知，啊，无爱人去甲看。对啊。啊，就较麻烦啦。是啊，是啊。你若讲逐个知会当做祈祷安尼吼，是 OK。伊嘛拢常咧行路呢，无车伊拢去行路呢。拢行路，家己。你若阵高血压中风的人，你用行路的无够啊，迄落啊，爱甲医生配合啊啦，嘿啊。伊无啦，医生的药无爱食啦，家己发明的，毋知去食啥物草药啊。迄是较大问题啊，就是，迄个我咧讲的，嘿啊。有当时啊年岁较大吼，你若无靠食降血压的药啊，是讲通血路的药啊吼，迄就较危险嘛。好食，你个。都你哦，你啊。无啦，我讲你妈。我连记的。看到卡咯。你讲笑啊？啊。讲笑嘛？你去遐讲啊。你啊，过偌久啊？过5天。过5天就要转来呢？无啦，过5天才会当自由啦。哦。过5天就转去啊，无来台湾咧关就转去啊。可怜，我就来关。爱3礼拜呢，拢总。是啊，我已经甲我处置啊，我毋是来呢。好啦，啊。看倒一点仔落，较是辛苦。啊？看倒。喂，导演มาแล้ว台湾就住伫海。哦。住伫个永安渔港遐啦。我知影，你讲过嘿。对。啊，遐冷呢？哎呀，袂啦，还好啦，伊惯势啊，就袂讲安那冷啦。新竹、苗栗海边啊，拢透风啊。啊，遐请嘛爱做风台。对啊。这海墘的囡仔拢较毋惊寒。大了有习惯吼。嘿啦，习惯啦。
啊，变天呢，你爱穿较少的呢。啊，阮遮穿你穿较足少的，你爱穿较少的啊。无输牛身边的，无伫身边照顾啊，穿较少咧。安尼你敢看有迄个 PowerPoint？有啊，有吼 ，OK， 有。好，安尼好。我甲伊用起吼，啊无等下对面起来又搁抢迄落去，哦，抢迄个主持的迄落。几点？5分，我无够。8分，我8分。我毋够啊算。去。你讲恁住遐久，毋捌有亲像安尼落霜哦？毋捌呢。3年前一届，嘛头春天啊，啊忽然间吼，单冷落来，啊，恁遐较起哩吼，恁遐较起哩遐，无介偌远，有小可落雪呢，像你讲的着霜雪安尼呢。霜雪安尼，安尼哦。要到啊，未到 Costco 迄边遐。安尼哦，哦。不过若春一般来讲，差不多11月份啊咧落雨吼，迄箍日啊算是足够落雨的。哦。我若行5号高速公路对柑仔关去哩对无？啊，去到迄落咱讲北亚这边遮嘛吼，对无？车顶有小看到，无介清楚，但有看到，安尼哦，安尼会使。你可能换你的正手边较换较过来小看。较过来。毋是角度。哦。嘿。安尼。哦，有啊。哦，安尼快吼。有。哦。厉害。祝健平安。平安，吴大哥平安。大家好。祝我说平安。你无说好。平安。大家好呀。
哦，好。好。来，你要不要？哦。那个还有味道。对了。啊，我很有味道啦，台湾这边都流汗。出勤恁今仔日迄个无 echo 呢？安尼啊？嗯，无 echo。哦。系啊，安尼可能。有啊。这服务。但是你先把折开。我可能帮忙爱调。几个见？我嘛是，我等个5天自由，我就要剃头。像那剃喙鬚。老虎上面拔毛。刮胡子的事情就自己来，不用别人了。嗨，平平。嗨，我是平安。平安。最近今仔有上班无？有啊。有啊。今天敢无落雨？有啊，有吼。昨有落冰雹啦。昨有落冰雹。冰雹。恁遐嘛有哦？阮今仔嘛有。建议遐嘛咧讲有呢。我头拄嘛落大雨，头拄雨嘛落足大，下阳加足冷的。足冷的。无输你心情看起来较好哦。我咧讲你无输啦，你无输心情，主观的啊，你心情。哦，自头仔就笑到即阵，啊无顶礼拜拢袂笑。昨个拍西方啊吼，这尔。台湾蠓仔拢足侪啦。蠓仔拍死蠓仔，蠓仔本来就死啊，拍死蠓仔。会当去海边啊嘛，去钓鱼啊。我这溪仔边啦，这较挖山。去溪仔边啊，这个很少人去的地方，拢会当去啊。给你看一下，窗户外面看得到吗？窗户外面看不到。那个溪坡啊。哦，溪坡啊。溪坡啊。那个坡啊。多几个城市？我一样在三峡。哦。我隔离完，然后这边是一位牧师的姐姐的家，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要去英歌教会去借牧师的车子。我在北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很多资源都在这边。哦。是英歌。好，时间到，咱先来祈祷。主要听从阮的天父，愿恳求你继续来甲阮三甲基地。阮特别为着加州兄弟姊妹这个面对天气的大变化，这中间求主你继续来施恩来保守特别伫今仔日拄着这个冰雹落大雨
天气变冷，求主你来看顾。伫这个疫情的中间，你也继续来施恩看顾阮。阮也看见这个整个加州的疫苗的注射，即马超过差不多23% 的注射率，阮还阁有真长的路爱行。求主你继续来带领，也互若是州长还是各阶层的遮的官员，因会当有好的智慧。来带领阮来防疫，当然，阮也爱尽阮家己的本分，做好国人的这个保护。阮也感谢你，互阮透过网络，虽然伫台湾，也会当甲兄弟姊妹伫加州做伙来参考你的话语。阮为着安尼来献上感谢。将今日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你亲自来甲阮三甲之地，也阮明白你所要对阮讲的话。安尼祈祷靠主名，免。好，今仔日就是要来看约翰一书第1章到第2章的17节吼。第1章足短啦吼，所以我用一个段落吼来甲大家分享吼。好，咱咧当是咧，为什么不上去？好，伫即个中间。第1节到第4节是一个段落吼，咧表达一个，应该是讲伊的神学的论述啦吼。伊的神学的论述就是讲，伊真清楚咧表达的物件。即个咱会当直接甲约翰福音来做一个对比啦吼。其实约翰1书、2书、3书，即个你会当甲约翰福音做一个嘛袂当讲是 comparison， 就是讲。会当做一个配搭的经文，做伙来了解吼。伊足侪物件伫约翰福音内底拢已经有提到，比如讲伊咧讲着讲对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咧讲啥？咧讲约翰福音咧讲的道成肉身，迄个概念，迄个神学的基础吼，这是约翰所足清楚咧表达的。当然，即个中间是咧面对迄个泛影说的即个异端啦吼。前礼拜有甲咱分享讲，基本上即个约翰即几本册是咧做护教之用啦吼，当然是有异端出现伫迄个教会迄个中间吼。好，咱来看第1节伊的经文，咱拄则已经有讲着，甲约翰福音开头迄个宣言，第1章第1节，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讲太初有道吼。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是约翰足清楚的一个神学的思考，伊迄条线足清楚，足清楚。这个为什么会讲道成肉身？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物件？就是因为因当初是迄个异端的关系，伊讲迄是你讲一个神尔吼。上帝的神借着借用耶稣的神，定死的时，上帝的神就走迄种的讲法，所以伊伫遮足清楚咧讲。今仔日的第1章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即中间，伊特别咧讲着讲，伊是迄个见证人即个部分。即个嘛是足重要，下面会去讲着即个部分吼。所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是对创世纪的迄种的记载所连接落来的一个思考，是一贯的啦吼，所以一贯的吼。上帝早就伫地吼，伫创世的开始，上帝就甲咱三个伫地，这毋是约翰福音的讲法尔，伫诗篇嘛讲真清楚吼，大笔的诗篇内底嘛有吼，这个概念吼。这生命的道，就是咧讲着道成肉身的意思吼。拄则咱讲的讲，这是约翰福音伫迄个宣告耶稣伊带来永远活的这个信息吼。迄个道成肉身，就是讲，甲马太福音天使甲约瑟所讲迄句话，伊要生一个囝，这个囝要号做啥物名？以马内利嘛吼，以马内利，耶稣耶稣。咱若对这个马太福音第2章，也是讲路加福音第1章、第2章吼，这个中间你去看到讲，上帝借着天使所讲的这个预言，
要和耶稣也好，还是要和以马内利也好，基本上就是讲上帝的拯救，要借着上帝的同在，享受迄个拯救。啊，要安怎借着上帝的同在？就是耶稣亲自来到伫这个世界。这是约翰的一个真清楚的思想吼，的信息啦吼。所以伊即摆伫第一节的后壁就甲你讲啊，讲我听见，我亲目睭看过，我观察过，甚至我亲手摸过。咱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吼，圣经无讲约翰摸过啊，圣经讲啥物人摸过？迄个啥物人？怀疑的对无？Thomas 吼，对嘛？吼 ，OK， 但是圣经无讲其他人拢无摸过，但是伫遮咱会当证实着讲约翰伊摸过，所以伊真清楚知，伫迄个福音书路尾咧记载，搁我的耶稣门徒显现迄项代志，约翰伫遮讲真清楚。伊甲使徒拢是亲目看见的见证者。这个话的意涵是咧讲啥？伊是安怎会强调讲我是见证者？后壁一句话无讲，叫啥？你无啊？伊咧隐喻咧隐喻就是讲，稳重的意思是讲，遐的异端的人。因毋是见证者，因毋捌亲目睭看，因只不过用家己的想象讲，这是迄个照新的吼，安尼尔。所以约翰伫遮伊咧表达的真清楚，伊甲遮使徒拢亲自正做迄个看见的、亲目睭看见的、观察过、佮亲手摸过的见证者的见证者。所以拄则牧师已经会讲着讲，伊。真有可能咧讲到遮个讲反影说的人，因毋是亲身经历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人，因可能毋是第一代，可能安尼安尼讲胡说啦，是讲家己去想象出来遮个物件所以用安尼为着因咧讲的耶稣毋是人即种论述来做这辩护过来。反影说是种叫做推论啦，种推论啦，讲伊毋是一个有根基的物件前礼拜牧师伫迄个概论的时候，甲咱讲过路加咧写路加福音甲使徒行传的时阵，伊头前拢有讲啥？写所有的记载，若毋是亲目睭看见，就是去收集着迄个其他亲目睭看见的。伊阁有安怎去查证过迄个意思就是讲真清楚啦反影说一种推论对倒位来，就是对耶稣伫十字架顶悬咧讲的伊利拉玛撒巴哥达尼即句话啦你会发现讲是安怎圣经拢用意思来去翻，无论是。字面的意思，还是规句的意思，照即马中文现代用本是用迄个 context 去做翻译的，但是敢若即句伊会用原文去翻译，为虾米？就是要爱互咱知影，当初是有足侪人误解，还是讲听毋着耶稣讲的话啦。耶稣伫十字架顶悬，伊讲伊利拉玛撒巴格达尼，即个物件有下骹都有人听做啥物诶？伊利亚啦，咱若去看马太福音27章的经文伫遐咧讲耶稣是引用诗篇的话22篇第1节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什么弃杀我无要救我即句话伊用伊利对当初时的人犹太人希伯来文可能已经无啥记哩因拢用阿兰文、希腊文。做因的通用的语言即个中间因有足侪语言的滥杂，有可能因去听毋着，所以你若去看马太福音17章46节到49节，这中间，咱会当看到讲下骹的人搁咧等啥？等看以利亚会来救耶稣未啦？
所以迄就是有一寡错误的印象，还是讲错误猜想，伫迄个所在有错误期待。然后咱会当看见讲，伫福音书约翰福音第1章第10节咧讲到即个世界的代志啊，吼，耶稣伫世界无要受到欢迎，吼，伫即个第1章第10节11节才讲真清楚，吼，讲真清楚。咱会当看见讲，伊要做见证嘛，吼，因为耶稣是即个世界的主啊，伊是来伫即个世界，但是即个世界却安那无承认，无要接待伊，吼。这甲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这个甲约翰福音第1章有足侪的会当引证的经文伫这个所在啦，吼。对第2节来讲，伊咧讲到即个性命已经显露出来，吼。透过啥物货？透过道成肉身。即个性命咧讲啥物性命？是咧讲上帝的性命，迄个创造的性命，吼。佮当然伫第2节后壁，咱佮看到讲，伊佮强调一摆讲，阮佮看过，即摆佮做见证，吼。所以约翰一直咧强调一项，伊的第一手资料啦，吼。约翰一直强调伊的身份，伊是第一手资料的人啦。伊甲耶稣做伙过，伊亲身看过，伊亲身体验过。对肉身死，佮活，伊佮摸过第1节讲的，吼，所以伊伫咧表达即个，伊是第一现场的见证者，吼，咱讲 witness 吼，你讲目击者啦，吼，目击证人吼，所以伊用安尼讲，我要传互恁啦，吼，传互恁啥物货？伊讲传互恁真正确的信息甲教义，毋是伫遐个传说。遐个无正确的，遐个异端吼，这是伫约翰伫遮真清楚所咧讲的，所以伊伫遮来传吼，就是约翰一书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来传真正确的教义，来反驳遮的咱咧讲即个幻影说的即种来驳斥因啦吼。所以马太福音第27章47节到49节，咱拄则咧讲。即个当场有人听着听毋对去的，安尼讲以讹传讹啦，吼，咱讲看一个影着生一个囝啦，吼，传过耳吼，着安尼足侪话着佫生出来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伊伫遐要来，咱照咱讲还原啦，吼，还原原来伫现场所应该爱有的一个情形，吼。所以伊遮讲伊要见证，要见证是啥物？要来纠正遐个错误的异端的理论。过来第4节伊讲啥？讲遮个信徒吼，会听了会足欢喜啦。哦，第3节后壁讲吼，因会真欢喜第4节的后壁，我将使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呢喜乐充足啦。就是讲，因为正确的得到迄个信息，所以因会真欢喜，知影这是真实的吼，这是真实的。遐个异端互因感觉真困扰，真搅扰。过来接续的，就是第5节到第10节，才咧讲到上帝是光，耶稣基督是光。即个当然基本上咱拢爱倒转来伫约翰福音去做对照，做对照。约翰一书真清楚所咧表达的，上帝是一个真洁净的光。照咱进前咧讲到光，咱就知影光是一种生命力，光是上帝创造时阵，互黑暗无去的一个创造。因为有光，所以有生命。因为有光，伫马太基书第4章咧讲迄是一个义谛。义谛基本上是一个洁净的意思，就是脱离迄个黑暗。所以脱离迄黑暗。第5节嘛真清楚咧讲遮个光的代志。所以咱对约翰福音第1章第4节到第9节，伊讲生命伫伊的内面，即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伫黑暗，黑暗却无接受伊。这个甲拄则咧讲即个世界无认识伊，
这个世界拒绝伊，共迄个意思啦吼，共迄个意思，因为黑暗要接受光嘛吼，所以伫遮伊做真清楚的这个论述啦吼。第五节讲光照伫黑暗，黑暗无接受伊。第六节讲有一个人对上帝遐车来，名叫约翰，这个人要诚做见证吼，就是为着光做见证。做证人，因为伊通信，伊毋是光，是要为着光来做见证。牧师伫遮要说明一下吼，伫第六节所讲的约翰甲写册约翰无共人哦，吼，伫第六节所咧讲的约翰是啥物人？是洗礼约翰。约翰讲我毋是迄个，伫我后壁来比我较大，伊才是啦，所以这是咧讲洗礼约翰。但是拄则伊本身，伊伫约翰一书伫遐嘛讲，我嘛是见证，因为因亲目睭看见，伊亲身跟对伊，佮摸过，特别在讲伊毋是咧讲咧讲这个洗礼约翰是要为着光来做见证，第九节讲迄个光是真光。真光的意思就是讲，迄个光的自由来源啦。耶和华甲摩西讲，我就是迄个自由拥有的，家己会发光的，会当照光一切世上的人，这已经真清楚啊。14节咧讲啊，道成肉身，带伫咱中间的这个真清楚的迄个部分。约翰福音第1章第4节到第9节伫遮真清楚啦，14节伊较清楚咧讲着道成肉身住伫咱的中间，道成肉身就是讲上帝亲自成做人住伫咱的中间。咱用白话来讲，道成肉身就是咧讲耶稣成做真的人，踮伫咱的中间，这叫做以马内利。充充满满有恩典是真理。我若见过伊的阳光，是同爸独生囝的阳光。即句话基本上就是咱今仔日约翰一书第1章所咧讲遐，才会见证。再对第6节到第7节，约翰伊真强调信主的人必须爱接受基督的光，毋通安尼尔，佮爱甲伊行伫迄个光的中间。会当讲是一个真清楚的信仰生命的实践的要求。伊讲伫光的中间，咱无法度有暗来甲伊做伙，所以讲人无法度讲我伫光，但是佮伫咧暗的中间暗就是属伫暗的，光的就是属伫光的。伊用安尼来强调信仰实践的重要性伫即段中间，约翰伊真强调迄个信仰的实践。伊讲你若准无伫即个光的中间，你若无实践的时阵，你就是讲白贼啦，继续活伫咧黑暗的人，这就是讲白贼。咱会当参考迄个《使徒行传》第5章咧讲到迄对决志要奉献的夫妇阿那尼亚甲撒维拉，因伫表面上热心捐献，叫做光啦，暗底咧看到饲了安那，我唱一歌起来，迄叫做暗啦，所以伫光的中间，你佫继续有暗的生活。这是白贼啦，所以你会当看伊讲，彼得当甲即对夫妇讲恁毋是咧欺骗我，是咧欺骗啥物？欺骗圣神，欺骗上帝欺骗上帝。所以彼得伫迄个经文真使徒行传第5章第4节，安尼甲因讲，迄个田卖有卖无卖拢你的啊，但是卖钱嘛是你的啊。但是你是安怎用讲安尼表现了讲足甘心乐意的，却事实上佫毋是伊毋是咧欺骗人，是咧欺骗上帝，欺骗圣神伫约翰伫即个中间咧讲着，着爱洗清气着爱洗清气咱会当得到清气，伫光的中间会被洗净啦伫光的中间被洗净咱嘛知影着讲。有真侪细菌，你若晒日就会安那会杀菌啦我即2工拢伫迄溪坡仔咧行我看到人伫迄个布花顶悬咧晒菜头啦要晒做菜脯就对啊谁人伫遐晒？因为即几工风大遮个日头大所以安尼伊互伊杀菌互伊要变大较紧啦
迄个光有迄种杀菌，有迄种基地的宽屏，就是迄个讲的吼。第8节甲第10节吼，足侪教会，特别是较礼仪的教会，比如讲信义会也好，还是天主教教会，还是圣公会，因足爱提到，特别是第8节吼，第1章第8节啊，这个经文吼。我较早伫这个美国信义教会时阵，而且较华基教会，因伫每一摆礼拜了的祈祷，因拢会用迄句话，伫祈祷的结束的时阵，用这段的经文吼。你人若说我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啊。用这个做祈祷内底一个经文，伫遐来变做讲一个悔罪祈祷。其实认罪吼，天主教上后，你知无？认罪啊吼！咱知影天主教教会两边啊，拢有迄个各界线吼。会通讲因非常重视这个认罪这项事啦吼。但是却袂记咧讲，赦罪毋是借着行为，是借着耶稣基督恩典。所以伫中古时期，天主教开始贩卖啥物诶赎罪券。赎罪券，你若有机会去伫天主教你去迄个各界的时阵吼，你也讲我最近可能骂人吼，骂了足歹听，伊就甲你讲吼，你着爱去读迄个啥物圣母经啦，啥物经啥物，读几摆，你着做着赦。这无下伫圣经的教示啦吼。咱得着赦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毋是因为你读啥物会读几摆。毋是你用偌济钱去买赎罪券吼，我想这个互咱真清楚啦吼，因会通讲是保罗的神学读得无透吼，才会发生这个问题吼。个咱拄则咧讲无认罪吼，就是讲约翰伫遮讲真清楚，你无认罪，就是讲白贼，就是行伫黑暗的中间。伊讲上帝是信实的，一定会赦免洗净一切的罪，毋是因为咱的行为。当然，咱得到赦免了后，咱的行为爱甲赦免的恩典，得着救恩的恩典爱拄称嘛，但是毋是因为迄个行为，所以咱得救，伫这个所在，约翰2摆强调，迄个讲家己无罪的人会有问题。伫第8节到第10节，第8节我读一摆，伊讲：我们若是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第10节伊讲，我们若自己说自己没有犯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所以讲，一个是自欺，一个是安那欺骗上帝。这比着咧讲的更较进一步。比着讲你毋是咧欺骗人，你是咧欺骗上帝。再搁讲你是自欺啊，你以为自己没事基本上是毋对啊所以，这个人的心目中，基本上伊若无认罪，伊的心中就无道。这个道是咧指啥？就是咧指上帝所以意思是讲，伊安尼的人，就是心内底无有上帝再来进入伫第2章啦第2章的经文，咱要看17节啦。伫这个所在特别强调，伫第1节到第6节咧强调耶稣伊家己成做迄个赎罪祭。伊遮有讲到几个角度是咧，讲到几个角度。第一个就是耶稣是中保耶稣是中保。中保是啥物意思？中保是讲到是安慰者、帮助者、中间的协调者，伊做人甲上帝中间的一个桥梁啦所以毋但安尼尔，伊阁成做迄个退赎者当然，这中间其实约翰咧提醒。虽然咱行伫光的中间，但是咱定定会失觉察所以伊毋是讲行伫光的中间的人袂犯错，但是行伫光的人的中间有耶稣基督做咱的中保，伊要成做咱的救恩伊是咧强调这个角度啦这个咱必须爱借着守诫命来认捌主。来认捌主透过守诫命来认捌主换一个角度讲，你若无守诫命，就毋捌基督啦
耶稣伫约翰福音14章第60节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嘛。所以伊讲无食着我，无人会当去甲爸遐嘛。所以真清楚，咱若对伫迄个经文，约翰福音甲约翰一书伫遮来做安尼会了解，就加足清楚啦吼。所以伊的界面就是迄个真理的话，指示咱迄条道路，然后去到上帝遐、爸遐。就我说进前咧，我讲着讲，有机会咧讲天国的代志，这就是咧天国的概念嘛啦。这基本上就是咧讲天国啊。迄个过程较重要，会当入天国，袂当入天国，天国生做啥物形的，无所认为拢无重要。较重要是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咱要安怎找着迄条正路，迄较是重要吼。过来就是讲，伊搁一摆搁强调第4节，伊讲着，你若无遵守诫命，无要认罪，无行伫这个光明中间，拢共款吼，拢是讲白贼人。伊讲你的行道无够光明吼，拢是讲白贼的人吼。第5节甲第6节，伊就讲着讲，咱需要去遵守主的道路，去安尼的人吼，听上帝的心是完全的啦吼。咱会通照上帝互咱的诫命，应该是讲咱倒转来看耶稣基督的新的诫命。爱真心真力真意听主，你的上帝，搁安怎相款的标准来听人的时阵，咱会听上帝的心就完全的。你若准新的诫命是落尾讲啊，恁若彼此相听，正人要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啊。讲咱若会晓彼此相听，会晓听人，这就是听上帝的心是完全的吼。这是介清楚的一个概念吼。伫即个所在，伊佫讲到第7节甲第13节，伊佫讲到光明甲黑暗吼。第7节甲第8节吼，伫遮较要怎讲，较歹了解的一个哲学思考伫即个所在。伊讲我讲的毋是新的诫命，我讲的是旧的诫命。然后第7句话佫讲，我要甲你讲一个新的诫命，其实伊拢讲同款的诫命，无说安尼简单，甲浓缩起来啦吼。其实约翰想要表达的是讲，新的诫命毋是新的，是耶稣用新的意义放伫旧的诫命顶悬。有真侪牧师会甲咱讲，其实10条诫命吼，就是浓缩伫迄个2条新的诫命内底，听上帝，听人。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咧讲同一个咧讲同一个。伊伫第7节讲，我写互恁的毋是一条新的命令啦吼，所以恁起初所领受的旧的命令，就是咧讲旧约，因所领受的是旧约。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是借着旧约，用新的角度去了解，是新的诫命伫主这是真的伊安尼是真清楚在表达啦吼。伊讲伫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光伫恁的中间啦吼。搁后壁搁咧讲，像第9节伊讲，人若讲家己行伫光明中间，却恨伊的兄弟所以伊伫即个所在咧强调听人的重要性伫听人的重要性，犹太人真注重头前的部分，听上帝，但是因真忽略后壁迄个部分。所以我感觉耶稣基督是安怎后壁会强调讲，恁若彼此相听，请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伫旧约守旧约的人足欠过是后壁即段落，咱会当看福音书内底，犹太教的即个宗教领袖即个法利赛人，也是即经学师、利未人，拢共款。咱会当用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来思考吼。因比如讲，迄个祭司看到迄个人，就说过去有可能伊拄对圣殿落来，也是安怎吼？伊感觉伊袂当抹垃圾嘛咱有足侪宗教顶悬的，咱感觉讲我对上帝足虔诚的，迄拢无要紧安尼吼。这是伫遮约翰马
咧强调咧表达的物件吼。像约翰所写的对象伊才讲着中文讲兄弟啊，是讲小子啊吼。基本上是咧讲这上少年的吼，才讲着三个年龄层的人啦吼。一个是囡仔，一个是迄个较老辈，一个佫是第三个是青年吼。第三个是青年吼，12节、第13节吼。我用迄个新翻译的和合本，伊讲小子们啊，这是第一个。13节讲父老啊，吼，13节咧后壁讲少年人啊，所以这是三个无共款的年龄层的人。伫即个所在，伊拢咧强调无共款的假释，其实这基本上是拢互因做伙领受的啦，吼，拢互因做伙领受的。就当然咧讲着靠着主的名，得着罪赦免，吼。这老的就提醒讲，恁进前所领受的，就是伫犹太教的传统内底，这旧约的思想，吼，上耶稣基督就是迄个咧指明的。救恩啦，吼，再来互这少年的，就是讲，恁爱赢过遐邪恶的吼，就是讲，才着安尼，才会当会来认识救恩吼。当耶稣就是我拄则咧讲，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吼。所以伫这所在，咱会当看见讲，约翰真强调吼，佢真强调，遮的人因对真理顶悬的正确的认识啦，吼，意思就是讲，道成肉身毋是一个新的物件。伊甲遐老的特别讲，是恁本来就知影的，伫旧约已经有预言应允启示的吼。所以就爱靠着这个耶稣基督救恩来赢过迄个歹的。这是主导文内底所以甲咱教示的，对无？咱爱求主的帮助，互咱无入伫刺吼，会当脱离迄个歹安尼吼。所以赢过迄个歹，所以倒转来伫迄起初的信心啦。遮会老的人可能用旧的犹太教的即个传统的思考，伊感觉伊会去受到影响吼。所以倒转来起初的信心内底，另外着借着即个救恩来赢过遮个歹吼。当然伊佫即个强调讲爱遵行主的教导吼，伊的诫命，这是真重要的事吼。14节到17节伫遮，伊佫重新佫讲一摆。14节讲父老啊，再来后壁来讲少年人啦，吼。而且伊所咧强调的物件，就伫这个所在，都爱刚强。上帝互约书亚的启示讲啥？都爱刚强壮胆吼，还是刚强壮胆是爱照上帝的旨意来行吼，才会赢过邪恶。约书亚的时代，迄个邪恶是啥？遐个坐咧攻打以色列人的，吼，才会势力吼。即马就是讲，咱咧讲，咱所面对的困境也好，困难也好，还是讲疫情嘛是啦吼。伫约翰福音第12章31节，我有囥几个经文伫遮啦吼。伊讲，即个世界受着审判，即个世界王要受赶啦。咱有即个信心啦。世界王其实是咧讲着迄个小宽变吼，20到26咧讲着福，死的福甲死的福，这会当互咱思考吼，互咱来思考，帮助咱思考。另外嘛讲着讲咱出伫世界，但是无属伫即个世界吼。敢听有？吼，耶稣嘛甲咱提醒吼，伫约翰福音17章吼，第1节开始到19节即个所在，互咱真清楚的提醒吼，咱需要来学习啦吼。咱活伫即个世界的人，咱活伫即个世界的人吼，第1节到19节伫遮吼，
咱属伫这世界，但是咱爱属伫上帝啦吼。啊，这伫思考，毋但是思考吼，甲即个实际顶悬啊，换咱有足大的考验，真大的考验，咱会当安怎做了较会好势吼。啊，若阵安尼的时阵，咱就会当得到迄个永生的活命啦吼，永生的活命。好，今仔日到遮，我来甲即个 live 关起来，咱就会当来分享。